北京营部堂3法师为生，堂面朗向3只公安平牌兵属下3位大人。当中，营部长是桑春勇，上水里向督察院大人陈立兵，下水里向大理寺亲家石世宏。边朗向还有只公安监审官钦察王兴。每位大人背后的2位女衙门一旁侍卫。因为杨仲英大娘娘为子兄弟杨乃武的张案子，进京滚钉板革上至革正。经理向派个钦察王兴到浙江地水审问，所有的审问案就交到北京，今朝营部堂3法师奉旨开审。堂面朗向3杯也有了往事里2相3里，刀斧水、刽子水、捆绑水、军漏水，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记录古有100里，巴哈拉黑200名清兵院门朗向保护大人。看靠害人百姓，团门里向、仪门外头，两旁边拥头夹得来，视线不通。4位大人先拿安酒大概冷泪口过，先拿个余杭之于刘石洞牛生官接到堂面朗向来。刘石洞今朝心惊肉跳，随便那想不得个杨乃武张案子越弄越大。弄得北京3法师今朝奉旨开审。3日全兄林国基帮忙3千块洋钿运动堂面朗向的当差。今朝同仁他是拿万人用银，杨乃武用实银300彩，400升，搿3个侪用虚银。但是万一出只偏差，该桩案子翻转来嘛，你讲人家呜呜大叫。雷石洞走走静静的边浪向一里，现在同仁派地位把拿到手里来打，对杨乃武上堂，唱地位把夺去打。大人君语对杨乃武上堂，呼吁2个差人地位把手中一指，请到外头去打杨乃武，走到该打手宽去的门，刚一开，呼噜噜到里向，杨乃武就进想跟李调头子浪向扎他一把扎牢，杨乃武上堂，是来了，清查查啦，根子差人识到堂边浪向，杨乃武当堂呼跪下，真。杨乃武刚刚到堂面浪向来个辰光，眼手一挥，看见余杭之有刘石洞立好了边浪，轰！搿个杀官，今朝我有机会嘛，随便让上那个枪，在公安门里。列位大人在上。相声杨乃武，即列位大人推的下跪，杨乃武是送礼擦啦，你都要记他，来大人觉着奇怪了，叫杨乃武抬头，杨乃武头发在身体哗啦别走来，2只手衣裳里向咕嗦咕嗦耍个名堂家，大人得不动，大人不动嘛，两旁边2个差人讲你不动，叫你走，大兄，那杨乃武了做啥家，2只手咕嗦咕嗦，不晓得哇，吃官司你叫上子。
身浪向嗓子5眼6插一股，啥个名堂？嗓子10只温。那么那几天也春天呀，搿生儿起来是难过得不得了，夜里向困也困不着。搿搭是个有句诗关，叫春生儿神睡不眠卧，别哈如在此时不必那色。两个差人我交流就都是个洋难物啦。第一，啪下下了屁股，腾往上去一瞧，啊，大人气啊！对里毛毛洋难物的贴方式的啊！我叫你抬头，抬只屁股拨我看看。大队的洋内部在奔波堂堂上，竟该如此方式，该当何罪？杨内务不慌不忙，天体大人凄美动怒，西将小人这大之后，再问题了啊！叫我先努力打住了再问。此话怎讲？哎呀，大人呐、小人10月以来，从这项渔阳知县吕大楼一堂上，是到后钦差堂上，每到一堂都是谁大回问。小人问众位大人，为何为人上堂要谁大回问？谁是这位渔阳知县吕大老爷？他讲不要是在浙江堂上，谁日到不见盐部大堂，一时寻此，此乃是大清朝的严烈意啊！鹦鹉一听，眼睛在旁边个渔阳知县呆呆，这个银的亮出来个啊！我银部上司也分析得哇！哎呦，这个吕宋九，像杨内务啊，你那当面浪向实在了出洋来物子哇！我啥辰光讲过搿种闲话叫？错卡得来，当面浪向大人发问乃不能插嘴个呀，只好吃惊。杨内务，只管放心，本部堂堂上绝无谁大回问之地，将衣服穿好。会上书，速记大人前提，公于未得。那么杨内务第一扎好，衣裳76，翻过身去，抬头是。那么杨内务往头一抬。大人一看，这估计个杨内务眉清目秀，一个文弱书生。杨内务哪里认识？浙江杭州渔阳县东门卫昌济镇人士，今年几岁了？38岁，做红身体。引以何去？杨内务，而与隔壁是私人往来，可有其事？这个嘛，杨内务想，搿来么十分之想，问我的小白菜还有私人往来，他如果不就哈一盘回头。不过再一想，实则实。虚则虚，不能认人，语不能拉。天体大人，向小人于别日，出去私信。杨内务，20年谁之人，深疑门下，怎可作之周越于阳伤风败弱之事，而可既随非？哎呀，大人，向小人与别日往来，其中遇得心应的，
7载之最，年纪嘛也是轻，再加上嘛这小白菜本来嘛是有点感情，青天大人，谁知我与别是遇了私情了。大人一听嘛，最后我是年纪轻，可以原谅。但是我辣安全浪向看，难得小白菜的私情了，不是一次两次，将近半年。杨乃武，你走身之后，必怎样？青天大人，想人与别是。遇了私情之后嘛，拒绝诚心撇却，无奈只为未到，实等到相大于别是成亲之日，我就一封写教诗信与他突然往来了。大人一听嘛，要想回头小白菜个不机会。等到你都杨新武并亲，那么不离一封写教诗信。大人在了安全浪向，啪，拿出一封信。搿封信呢，刚正看安全的辰光已经看过。杨乃武，何是这封书信？真是！大人再拿信一开来看。搿封信一看啦就晓得，确实一封写教诗信。你看上头个称呼：首因大赦方记，觉得大赦嘛，不是情诗，写情诗嘛不称大赦个，葛么称啥呢？应该称妹妹。摆到现在嘛，上头还要加点交流，亲爱的妹妹。文卿接力于日，从此名花于之，无人心为。薄雨清花地月下，两人牵酒。今朝好景不长，终须一别。受百官之地，人言可畏。卿是从我，红日于天下，三更半读，不知否？卿之言矣。卿是不容，我虎微微，凌人意，不临之微薄，杨乃无白。这样一封信，那么啥个意思呢？我听说你杨新武并亲，那个都花园之知人者，我心里想非常高兴。我当然虽然也好，但是总归要分别，因为事情不能长久。那这样一块白玉浪向已经有只欧弟，被人讲个闲话蛮难听，叫仁义可畏。那倘若肯跟我的，那么我福气，那个运气；倘若你不肯啊，那么呢？我等你一刀两断，家归家，路归路，有情必作奉行。这样一封信，杨乃武，本部堂开二这封书信，确实意外原因，乃是写教书信。哟，杨乃武听见开心啊！搿封信我口里吃足，这讲堂面浪向所有的鼓掌，侪吃了我搿封信是情诗，是情诗。这小白菜女头是理，满杀小头，痛改满名，大于意义。哎呀，青天大人，想人与别是，都在私情之后毫无瓜葛。真是我满海小大，真是我通缉满名，请大人深究理完。杨乃武，而既是越王，为什么在浙江让其公堂之上，请别公章？杨乃武听懂你来问我，你啥听到余上之于堂面浪向呢？请别公者，有意满海小大。搿么我也讲拨你同人听听，我是被你骗进衙门里。青天大人，甚记得在同日12年10月17，小人法庭追诉，欲往京中改考。
上衣开除，因为几位同窗好友尚未到来。哪知同窗一到，来了这位余杭之喜吕大老爷，他身处皮薄，一批酒要请我到他衙门之中饮酒，为是与一封书信托小人带往京中。小人一日失察，受伤了他的勾当了。到他衙门之中，哪里见什么罪？忽然遇什么书信啊？他立即手当低声必是，触痛开弓，心口互拍，将之小人满腹得风。哎呀，大人，小人斗方必薄，吕大老爷虽日不听。小人功名在身，他就将我大恩死去。大人呐、这乃是他藐视朝廷命去呀！余杭贵姓是卑职在杨内府。功名在身，怎能将他来用虚应？回大人，杨内武胡说八道，卑职将他用刑是在这个功名之后，望大人明鉴。那么吕先生讲两句话是句话呢？的确努力用刑了，是给他功名之后。那么杨内武为啥子这样讲？搿来么叫以其人之道，为是其人之身。那个杀官，弄我3口活定，冤枉我判我死罪。今朝嘛大人堂面浪向，我还要冤枉你，让你尝尝被人家冤枉味道，人心是眼讲。搿么大人也懂呢？大人晓得，搿种事体的直接问题，现在不要去追究。余杭贵姓，退cung一棒，是多谢大人。余杭又帮比一礼，杨内奉受此事来，而在余杭之喜，公堂之上，乃是受刑不起，就起公照，真是本部当开哀主之上。在后钦差公堂之上，并未将而用刑，而为什么要早审开供？哎呀，前提大人有所不知，在后钦差堂上，小人斗方必薄，我是集体有望。后钦差虽日不信，不知听了谁的说话，应要叫小人与别日当的血。我是我与别人出于私情，但是此私情与此爱毫无瓜葛，何容的说？那后钦差欲要将小人大恩赐予，哎呀，请替大人向小人笔涕领赏，替父为父，不能再受大恩的了。实不信，请大人将小人当你言必须相信的。来吧，将杨内部投下，当你言啊！茶人追过来，我杨内部投到大堂滴水一时，哗啦啦啦啦啦啦！我来落个茶人，我杨内部一个油球摆起来，再个屏风这样烫一烫。我杨内部上身衣裳脱的，一口。回大人，你的杨内务身浪向人伤累累，臂膊浪向足印伤，背身浪向天平伤，屁股浪向被子伤，脚骨骨浪向脚棍伤，脚尾头浪后里伤痕2次，请大人定得。大人一听想不了，搿种刑罚了，非是叫那神人满腹的。就是叫那声人没忘臭味，那也只好承认。不当吃的时候，杨内奉大人，
狐狸之人在哪当受用？谁日让之时，吕大老爷当然用的日航西是背着在狐狸之人，于今非日，怎能来用？回大人，这个杨乃武奸掉从棍的他，不肯招人口供，这背着用火镰大刑吓唬吓唬他，手下当差的一不小心龙家成真，王大人赎罪。你说得出要死个嘞！狐狸却因龙龙不相像，哈哈哩，龙高认真。退下。是。多谢大人。杨内部如此说来，二内子却大人长，真是。你为什么在冬日12年10月初8到爱人堂给美砒霜？哎呀，大人，小人何尝到爱人堂给美砒霜啊？此话怎讲？小人10月初8到杭州14回来，怎会去给美砒霜呢？如此，二将10月初8到10月14，在杭州苏州所为一一快速上来。是。衙内无相多定。一年，我记得清清爽爽，东窗夏雨一直辣海，可以为我作证。大人用兵。违反东川，大西当东女替作新北山，到了杭州嘛。应州的心起一脚，一来手皮面文章，初80后心定然人是否人为定力英雄抽举人神王虽然东于我与东川得心喜洋洋，抽身那天才觉得油门之上，神将历历清的心，为是京都俯瞰山11日龙井乡民上营去10日我们灵营寺中去山下14日雷锋踏上第4句14日我们一批追飞鱼看我们与否所的人应人
人塘里去买砒霜，他们空中掠过天望青天，民间各有插旗，大人深有力望。来，走，将杨内府谁去带下？将徐宝生设上公堂。走，差人追过来里边，杨内府就像一套，拿杨内府打下去。大人君将徐宝生设上公堂，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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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来10几个当场，送大堂滴水一洗，一直爬到对门跟随。做啥？大人规则，拿徐宝生设上公堂，随着努力3夺3关夺上来。徐宝生在了上水第2拜访，对经理想一共14个里边，因为你是基层啊，不让重高3个。本人家为人们希望案子这点龙青上，这点为主期李两样，你希望该上案子用上用时龙不清爽。为啥么？每上一堂了，你得算出场费，出场费来得个多，100个衙门公堂，100块大洋。现在从营部大堂3法师为生，起码500块，发比现在呀。不过晓得个今朝么啥么一堂个在，营部堂在龙福清上，福建的到金楼地浪向西太有亲自生么，中福拉海。哪能什么一档子？甚至不甚在，进来不行辰光来了，餐都给打门刚一开么，徐宝生对经理想跟离掉，咋打一步咋了？徐宝生最空上地方下，大米上去上当最嘿，我请客请的呀，我对客不来装空，也不能别我来管。根子差人都给他当面浪向，徐宝生呼，都给他推门跟随不上来一个差人，个差人结婚上一码走一码，3姑娘10本相扑运动员这样一个，最过来个杂水，望正徐宝生短信浪向咋打一步么规则水，望正尾巴张过浪向一拖么拿个10配，支持徐宝生要黑啦！搿种上面从来放上去，丢来翻第3个，空飞来呀，我放我来呀！徐宝生对门进，梦里想多进来。搿徐宝生是觉得来稳定出去，要死怕的丢来翻第3个，空也得在，空也得在。不晓得你不要急，刚正来要下来的辰光嘛，另外一个差人努力，砰一击，徐宝生个原因这个，根本个杜绝脱了。我又可是来得个消息吧，想得自家最近来做个，再消息嘛，啷三啷个辰光，3个小人国困了夜来里向，哪是礼物现在？徐宝生一门进，梦里想到进来，徐宝生垃圾仔，我有客人这个3个上飞机，出了3个坐飞机也得是，不晓得500人走，第3都500人走，根本500人走嘛，还要到大人公安浪向去，不会。大人公安门前2个差人立好了海，2根草棍啪，冲喝。啥叫草棍？一根棍子，一段方，一段边。
徐宝生嘚儿过来，两个草棍往这里嘎啦子地下啪一拉，那么徐宝生认定嘚儿两只脚飞下来，面孔在外头，百姓带动人，草棍啪啦一个飞什么徐宝生嘟噜，人才转来，面孔带动人，百姓在外头。一个差人草棍抽出来，往这里胖微微里向拉一记嘛，徐宝生嘚儿哦，还一个差人草棍都在头浪向拉。哎呦呀，西瓜子！哦哟，切空，不数啊！哦哟，我等下肯定出来的哇，我都拉水啊！那么两个差人旁边退下去，下跪徐宝生飞。哦，先人看是徐宝生啊，送礼擦啦，离了去的。带头，看什么呢？带头，看一看面子吧，哪面子吧？反正看张面当个挪当不吃，挪当不吃嘛，有点规矩哇。带头，那么看到，先好。那么徐宝生个大肚里，砰，抬起来，大人一看，这啥面孔奇丑无比呀！下锅里头面嘛，老容眼睛，遮风一度，白牙齿不断来脱，像两只洞洞一得是。张头赤目，一副来小人的腔调。徐宝生，哪里人士？什么呢？问你啥地方人？我中国人嘛，不到你外国人，我中国人。是了，老大。我可是来看看杨玉外头草你真浪向，今年几岁了？看什么呢？问你几岁？什么是？我想人今年可他运可干运，哪叫他运干运？我看去年3呀，龙当在，今年考3啊，他运可干运，做生意什么呢？做啥个生意？这个龙帮什么是？我里想看杨来的，吊可拉开，我想开，拉开可拉开，想开不生路，拉开他拉，想开什么拉开啊？我是后部拉开，拉开了想开为皮带，皮带肯定也没样哇。大人一听嘛，叫全西路过都全人手动，啰里啰嗦，徐宝生。杨来我的爱，可是爱的基准，可是个人基准啊，做何基准？可马砒霜啊，后人谁来购买砒霜？杨来我购买砒霜，后年后月后时，冬日生一年3月可仓过。雨后病症，我张插为病，那么大人啪，欧卷浪向张插拿出来，刚正看欧卷辰光已经看过，一看就晓得围绕家长，根本哪晓得围绕家长？小张插有些规矩，上头空开一点叫天头，下头露出一点叫地头，那么呢，羊像一笔账，清清爽爽。但是杨内务岗浪向，腰下是两笔，上头长满顶天，杨内务索压两贴。这个是这个小度口饼，自家的侄子拿出来，记了里个张浪向，下头样杨内务购买砒霜3岁，写第一笔账的辰光，已经准备好给杨内务，后头个笔账贴上去，徐宝生。本部当开来，儿子为少家长东呀，我是犯人啊！我啥机会让家长啊？不明堂话，我夫妻等我女儿先的哇啊！我既然去女儿面啊！哦哟，等你啊，这现在屋里向个穷得来大的，我总归可能养来的想看，我啥机也女儿先的你，哼！而今隔壁是花涌涌嘛，而乃是
满腹得福。哦哟，何等人啊，那个兄弟啦，还350的哇！你看看我这味道呀，怪那路浪向看这样些冲击。三毛菜可我10边去，我哪吃到3毛菜？大人啊！3毛菜嘛的可，的可，的讲，马长春，你们花用就马女平定。我是不个来不的，我不发斗争，失去我来说不清。我们想马坡3个我神经，个个女人不欢迎嘛，就是讲几步，看见之我还要打我心。区个容易人破，哪有媚娘来付钱？我刮来刮去嘛，你屋里像个烂开皮蛋发呀！我们菜分那路未分恨，这恨要娘不当心。养出我们那颗面孔嘛是把身。哎哟，看大人啊，还讲那大人肯定是起劲相交，肯定也肯陪伴我啦。大队是保身，在奔波当里，竟给一位听爽，为当了的。来，将士保身，大元是将士保身，大元是的，都是大元士嘛。当然我当差，作弊啊，士保身拒不招供，那么样路小不才打到当面浪向，何为之所？